醒醒，起来吧！啊！喂，刘峰。喂，怎么了？爸突然在阳台上晕倒了。你叫救护车了吗？还没有。我马上过来。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爸。我已经到临汾路了，接下来呢？段飞，没想到你这么好骗。有没有想过与世同情的跟谁在一起？段飞哥，段飞哥，你别敲了，段部长不在。谁说我敲门是为了找他呀？段飞哥，段飞哥，段飞哥，你真别敲，一会儿领导找我麻烦，你别。段飞哥，段飞哥，哦，疼疼疼疼疼疼疼！我可以带去找你的段飞哥哥，真的？但是不准在公司无理取闹。你要真喜欢你的段飞哥哥，就应该多为他着想，在公司这么无理取闹，会让他很难做的。好吧。想好想吧。你看，就在这儿，你的段飞哥哥就在海边的这条街道上，就在这儿。姐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想查谁都能查到？也不是，我的车上装了定位器。定位器？你哪来的定位器啊？你是怎么装上的？说了你也不懂。无所谓啦。我要去找我的段飞哥哥了，拜拜。哎。哥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送你出去学习还是有必要的吧？还真是。哎，我出国这段期间啊，观察过很多企业，我发现云师彤在红顶实行的改革是切实可行的。我听说我们在搞电商系统，可是一直都没有什么起色呀。哎，我们干嘛不直接和红顶合作呢？
红顶合作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好多事情你还不太了解。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不行呢？只要能让天浪集团好，我们可以试一试。够了，以后不要再说这种事儿了。累了吧？回去休息吧。哥，我真觉得你和那个柳峰绑在一起，不是什么好事。出去。喂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哪儿跟你有关系吗？你现在马上告诉我你在哪儿。天云路西餐厅。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呀就是天赐良缘。我没空跟你开玩笑啊。我是打车来的，你得送我回家。没时间，我要去天云路。我不管，我去哪儿都跟着你。别担心了，云舒很快会好的。石头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啊？世彤的父亲刚才急诊住院了，他让我们帮忙。什么？这么大的事怎么没告诉我？段飞哥，你刚才干嘛跑得那么快啊？世彤姐，你也在啊？你那么忙，我哪用得起你？刘峰，送我回家吧。好的。石头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请让一下。石头。哎，段飞哥，不是来请我吃饭的呀？你不是说好要吃饭的吗？我把你送回家，你别再给我惹麻烦。吃饭怎么就变成添麻烦了？不吃就不吃呗。先把鸡胸洗干净，切成块儿。你非都能把菜做的那么好，一定能做好。这姜块手切的有点太大了。不切成块也没说切成多大的块。哎，管。
我生病，公司有一堆事儿，段飞也欺负我。连鸡都给我变成鸡了。为什么让我嫁给这种人？到了，回家吧。抱抱带走。抱什么抱啊？抱抱嘛。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好吧，那你注意安全。拜拜。回来了，又回来这么晚，不听话。人家本来情绪挺高的，一跟你说话不用开心了。这孩子怎么说话？妈，哎妈，你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呢特别开心。别转了，别转了，我头晕。我高兴啊！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么高兴？刚才段飞哥哥就这样轻轻的拍了一下我的脑袋，大没小，赶紧上楼洗洗睡去。那我上楼啦，去吧。进来。韩总，我让你准备的事情怎么样了？都已经上下打理好了，当然，还有一些不算太听话的，我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。现在红鼎大部分重要的中层干部
都已经答应了我们的条件，我相信很快就会离开红顶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么一大批中层干部忽然离职，那云师同还有什么办法可想？我相信云师同这一次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。一会儿开完会啊，我要去天盛集团，继续给我备车吧。是，这就去。这个柳峰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他早年和云总在同一所学校读书，两个人天天在一起。他平时行事很低调，背景也很干净，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。很干净啊。至少我调查出资料里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你让我查他，该不会是因为他跟云总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觉得，他一直出现在石头身边，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。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发现一个事儿。你看，河南银行账户最近先后打入了50万和80万的汇款。资金是谁汇入的？能查到吗？我只查到了一笔，确定是公司内部某。河南是石头的好朋友，我怎么跟石头解释呢？是啊，老大，你为他做了这么多，可他却什么都不知道，值得吗？这是我的任务，没什么值不值得的。这些事他都不用知道，由我来解决就好了。在演示手机客户端产品之前，我要先公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决定撤销段飞的监察组组长身份，以后监察组的事宜由我亲自负责。为什么？总裁的决定没有那么多为什么。这件事我必须要有一个理由。我为这个监察组付出了这么多心血，你凭什么随随便便就撤掉我？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赞同云总的意见。韩副总，这件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云总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好，你要解释是吗？自己看吧。作为一个监察组的负责人，私生活竟然如此的不检点，这让我很怀疑你的信用和作风问题。你这样的人，我没法相信你还能继续胜任这一职。这个我可以跟你解释。解释？我要是你的话，早就自己滚出去了，免得在这丢人现眼。好，我走。好，第一件事说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会议。
事？云总，这些人突然都要辞职。辞职？段部长，你就消消气吧，开心也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。段飞，你快点去看看吧，很多中层闹着要辞职呢。跟我没关系，我不去。哎，怎么叫跟你没关系啊？万一遇到员工暴乱怎么办？这难道不是你安保部门的职责所在吗？段飞，云世彤现在一个女孩子在那儿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？我说完了，你爱去不去你。于总，人各有志，你没有权利干涉我们的去留。赶快给我们办手续了！你要是不同意，咱们法庭上见。你根本没有能力管好红顶。好，如果你们都考虑清楚了，那就都走吧。我同意你们辞职了。没事吧？千雪，我想去医院看看我爸，公司的事就交给你处理了。韩总，您这招可真够阴的，直接把云世彤逼上绝路了。魏总，你过奖了。过2天股东大会，才是我计划的终极一步。万一，我说万一，您在股东大会上没把他推倒，反而让他的电商计划实行了，可怎么办？没有万一。之前我们已经提前知会了各大股东，他们会跟我们在一个战线上。高，我自愧不如，还得是咱们2个联手，才能赢天下。那好啊。
你们是不是？咱俩聊聊荷兰吧。怎么了？你不觉得荷兰最近很奇怪啊？有什么奇怪的啊？你觉得他会伤害师彤吗？他应该不会伤害师彤，可是想要利用他来伤害师彤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吧？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啊？秦雪，云师彤根本就不信任我，我即使担心，那又能怎么样？
你这个已经拆开了，不能退。凭什么不能退？我的票在这儿呢。真不能退，女士。你算老几啊？你说不能退就不能退啊？东西已经拆开了，真不能给您退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不能退是吗？好，我要见你们领导。就是见我们领导也没有用啊，这是我们这的规定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规定，我现在要退货，我要见你们领导，好吗？女士，我们还要做生意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一张可以打折的会员卡，好吗？会员卡？太搞笑了，我不需要，我要见领导，我要退货。女士，不好意思，非常抱歉，实不相瞒，我们的总经理、副总经理和店长都辞职了。什么？全部辞职？那你应该还没有见过什么是更过分的。秦雪，继续刚才的话题。哎，娟儿，我听说主任不见了。嗯，主任跑了。哎，我听说主任欠了一大屁股债，跑了。哎，我听说主任得了绝症，最后把咱们的钱都卷跑了。啊？那咱们钱怎么办？谁给咱们发工资啊？哎，先干活吧。来，大家安静一下了啊！哎呀，云总啊，我说句不该说的话。你说咱们公司如果按照老总裁既定的方向这么持续发展下去，不是挺好？可是您呢，非得带领着我们大家伙搞这个所谓的公司改革啊，推行电商计划。对，这么一弄可好了。大伙儿瞅瞅，您瞅瞅，公司现在成什么样子了啊？仓库出大乱子了吧？是不是？商场那边紧接着又出事儿了。哎呀，我的云总啊，我知道您是一个有抱负、有理想的人，可是您不能拿着我们这公司陪着您玩吧？您作为公司的这一把手，现在出现这么大一烂摊子，您得想个办法给解决了吧？啊，是不是的？啊？推行公司改革，并不是引起这次各部门干部辞职的原因。我猜，林总，光靠猜不能解决现实的任何危机。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解决的方案与方法。那韩副总，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呢？第一，停止电商计划；第二，加大对原板块的投资；第三吧，第三是什么？第三是，我认为你应该主动辞去红鼎集团总裁的职位。
韩总说的没错，云总继任公司的总裁之后，我们红鼎集团面临了多少次的危机？我们到底还要经历多少次的危机？我非常同意韩副总的建议，你应该考虑咱们公司发展的前景，老这么乱下去，是不是没有钱吃饭了呀？是不是？第一，只要我还在这个总裁位置上一天，我绝不会停止这个电商计划。第二，集团现在已经到了必然要革新换代的时候，请各位都想一想，红鼎与你们的关系。第三，我绝不会主动辞职。妈，您刚做完手术没几天，怎么就坐下来了？医生说我恢复的挺好的，没什么问题了。那也不行呀。知道了，听你的啊。文文啊，妈妈这次能够手术啊，多亏了人家段飞。段飞是个好人。是啊，现在这年头，像这样的小伙子可不多见了。妈，你说这干嘛呀？你说他有没有女朋友啊？妈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啊，我家文文什么时候能给我带个男朋友回来看看呢？您呀，还是先吃口橘子吧。就知道堵我的嘴。说说吧，你跟赵小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呀，他非要跟我签什么包养合同，要不然就不收我的手术费。什么手术费？他妈需要一笔手术费，我给了他钱，他说不签包养合同就不收这笔钱，我根本就没把这个合同当回事儿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觉得你要跟石头好好解释清楚了。你不是都看了吗？他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。段飞，石头现在是真的非常需要你。什么？刚刚收到的消息，今天早上所有中层人员全都请辞了。联系他们了吗？什么方法都用过，都不行。所以，他是真的着急了，才会对你这样的。短时间内转移这么多中层人员，这不是个小事。给你，说点有用的。谢谢啊，我马上去找。等一下，你晚上请石彤吃个饭吧。我觉得两个人当面解释一下，面对面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。知道了。进来。韩总，魏天亮那边什么情况？他们已经开始着手袭击云石彤了。袭击？这个魏天狼就会这么一招，早晚引火上身。韩总，反正又不用您动手，他们爱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吧。我就是想让云长下位，没有必要搭上性命吧？韩总，非常时期非常手段的。
难道你不觉得吗？我们虽然和云之城不和，但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，都是希望红鼎集团能够壮大。这叫斗而不破呀！这也是为什么天浪集团会找我们合作，因为他们还吞不下红鼎。如果云之城遇难了，可以这么说，我们就少了一个盟友，却多了一个敌人。韩总，您会不会想多了一些？毕竟魏天浪是红鼎外部的人，如果他真的想吞并红鼎，应该早就有所作为。你怎么确信他们没有什么举动呢？算了，我就是随便说说。钟明呢？还跟在云世腾的身后。好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老大呀，怎么了，老大？老板，韩元仓那边要开始行动了。好，好，终于要开始了。那接下来您看，把云世腾除掉，能让红鼎集团彻底混乱。就算的韩元仓继任总裁，也没法一下解决所有问题。现在是天浪吞并红鼎的最好时机了。石头，我跟你说，段飞跟那个赵文文真的没有任何关系。秦雪，你干嘛老替着他说话呀？我没有替他说话。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，待会儿跟他去吃饭，好好把这件事情说清楚。听到了没有啊？好吧，你好好想想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加油！喂，石头，怎么了？听说你们公司又陷入了人员危机，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？不是因为这件事。想问一下，昨
条手链。哦，我帮你收好了。谢谢你啊，有凤。那我明天过去找你取可以吗？不用麻烦你了，要不我现在给你送过去啊？现在真的不行，公司这边还有一堆事情要处理，还是明天吧。要不这样吧，明天我们老地方见。好，那我明天几点钟？老时间吧。那明天见。明天见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段飞，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知不知道我公司每天有多忙？如果你只是想单纯的找人陪你吃饭，我想应该有的是人吧。但是对不起，我没空。我做也做了，水也喝了，有什么事儿你能不能快点说？你真的不想听我解释吗？我一点都不想听你解释，你也解释不清楚。这是主厨今天的推荐菜。明明是你的错，你。老大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能有什么事儿？最近公司频频出事，所有事情都压在了她一个女人身上。老大，你也理解她。我理解，理解。怎么理解？可能我不懂感情，但是我懂女人。一个女人外表再坚强冰冷，她也需要有一个怀抱去融化她。知道了，谢谢啊。老大，